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阿群妹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吼，我读书的时节，我其实唔好上美术课，做乜解喏？因为我画图大摆都画到唔好看，韩国我嘅美术咧分数吼，欣赏都帮我打大概及格多一点点，就是及格边缘。因为我很细时真嘅唔好画，唔好上美术课。不过等到我太爷上班了以后，有尝试我知道画图其实是一种疗愈。做乜解喏？我很细时节唔好画啊，韩国我太爷以后会好画。也是一件懂神奇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时间到诶，你就会做错的事情，就会做对的事情。今天也要同大家来收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，我觉得非常激励阿群妹嘅理嘅，因为佢很细时间咩好美术，唔过佢家嘅40年暗藏嘅时间。佢又開始拿起畫筆，又開始來畫，繼續來分享今日嘅來賓，佢就係賴世榮賴老師分享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非常謝謝啊，今日有機會來到咧客家電視台參加中小學去主持嘅福喜來呢個節目，非常希望大家我係賴世榮啊，賴世榮。嘿，歡迎來欣賞。頭擺你主動出世，你主動讀書，讀到差唔多19歲，才離開主動。迄個當道素材，迄個國外，韓國啲老輩都冇畫哦，隔個40年又轉到主動，唔過轉來主動係來開發展。是，講到挺奇妙啦哈，人生的故事哦，往往唔係因心肝上。有蠻計劃就是發生嘛事情，像當初我係讀美術的，當初嘛想講以後可能做美術老師，某時就福氣啊，福氣來咧哈，來專心畫圖，但是建議講男怕選錯人，不男怕入錯行，女怕選錯人這樣子，所以我啲聲音冇畫圖，是比如說高中畢業是讀文化學院美術系。後來在讀國立專美術工藝科畢業以後，我又到去廣告公司、設計公司去參啊。到30歲我就出國之後呀，當然出國之後呢，很好的國外的大病啦，更沒有時間去畫圖啦。但是我內心的個那嘛佛種啊哈，一直埋在心裡面。所以我講時間到了就是爆發出來啦哦。我創個看到人發展啊，我內心在澎湃燃燒 ，OK 啊。那一直很感動。我當初為了嘛改，我讀美術系，我今日在做嘛個東西，哦，這是一直在我心裡面上有很深的烙印哈。天點，我又給阿哥，我親來台哥，佢今年72歲咧，佢嘛國立專畢業嘅啊，佢畫圖畫出聲音 ，OK 啊。我相信問佢講阿哥啊，你唔可以發展，你專心低頭畫圖。你的人生，你從來不該發展啊！因為意思有蠻好嘅啊，叫我畫圖快樂時候啊，叫至少我同我走之後啊，我留到圖本我子孫哦。有時候一點情感同愛啦吼，是這兩種嘅眼睛，我剛剛提一點講，因緣到嘅，時間到嘅，那是自然會上嘅畫圖，但是嗰個火種啊，一切到因個心肝圖啊，熊熊烈火在燃燒，真的那個很難過的。大概是這樣。古說老師，你剛剛講你有出國係去到哪一個國家？哦，當年我到1981年時，民國70年剛好，我有機會哦到美國去了哈。我到美國嘅紐約嘅度假上班學嘅。剛好紐約報社剛好是在下曼哈頓區，那旁邊就是蘇活區，所以我挺多機會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國的那些藝術家，當然不止藝術，不止那個畫圖庭嘛哈，還有表演藝術啊，也有舞蹈啊，很多各類的啊，實驗藝術都多啦哈。我是有個機會講，接觸講你很多個所謂的，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啊，太多名作了嘛哈，所以我一直沒有斷退那種對藝術的個喜好到追求啦。你嘅情景有就錯嘅，所以老師其實你到紐約係為咗愛來食飯，你講去做記者。主持人太高抬我了。我相信在華人世界裡面啊，沒有幾個可以用英文來做記者，
因为如果英文来采访，因为我是在华文记者，华文报社啊，华文报社，他说我们记者采访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母语，国语或者什么，并不是英文报纸的记者，好不好？这要先澄清一下，莫讲爱强啊，爱日本按好啊，按老啊，咩华文记者咩记者啊？当然，梗系记者啊，像嘛客家电视台嘛记者啊，这当中因误会啦，以为说。哦，你对媒体做记者、做编辑，你也日本动好啊，不见得，因为我们不见是在英文报社里面，好吧？我同本单好嘅东西差东多呢，因为好发啊，太后咩係國立藝專啊，殺下來殺去做記者。英文叫 survival， 為了要生存下去，你就會去做它，去學它。咁冇問題啊，因為適應力要當強嘅啦哈。天點應對文字工作對編輯愛充實埋。法圖作文還像班長的推表嘛，整個就是個文青哎，老師你從小就是個文青，對不對？又好發圖，又好下東西，好文字。那個沒太問題啦哈，我覺得那個就是不是問題，就是生活上很自然的事情。你喜歡它，你自己發寫文章，你自己發圖，你是會隨時。手機嘛哈，沒講他這邊拿這個鞭子，我們發夢啊有人啊，不是在很高興、很歡樂的事情啊，把都作文、寫文章啊，幾多內心的抒發這樣子。跟你可能啲記者圈啲嚟一太田以後，韓國又轉來台灣，其實轉來台灣唔係轉到人嘅故鄉竹東，係轉到台東。沒有，我1981年過去，1987年轉台灣來。剛好報禁解除啊，報禁解除就是各家報紙啊，像雨後春筍啊一樣這樣弄出來的，所以那時候我是台灣體育部級的智力早報，哦，那時候正在籌備，隔年是1988年的1月1號，智力早報係體育部下出來噶，剛好我轉來噶係佢喺度晚報籌備階段，所以。晚報到早報，我全部待過，哦，所以一回來還是在報社就是了。對，不過後來係到台東來當導遊，又係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領域哦。那我就跳了，因為人生故事太長了哦，那冇辦法就點講啦，OK 啊？部社台北的部社離開之後呢，個東埔有間部社叫新成立啊，當然會叫我們這個比較老一點的啊，去做個籌備相關工作，然後接着又。派我到台東去，開疆闢土了哈。那我就是那種有沒有講跟人家實力一樣，他是把我吸收到台東去的嘛。那台東做當地報紙的，那就是地方報紙的啊的總管理處的啦，管理處的處長，那變成業務啊，採訪啊，編輯啊，你都要訓練那批人嘛，那就很快把它跳過好了，對哈。咁直接講導遊的部分。導遊的部分好了，對。那最後就是我應該講，我應該最後退休，加係話，我就加人情服啦，推動人情服嘅個信封口退下來了哈。但是我每正式的公務人員，按照約聘僱 ，OK， 我是離開的，剛我從我人生經過就。另外一個事業哈，漢總也在寫改等着我去開發它，所以我在2008年我就去考導遊證照，中英文導遊領隊證照這樣子啊。那我但是備而不用，我那時候就有那個導遊和領隊證照了啊。一到4年前我就離開蔣景福，開始正式投入那個導遊領隊的 local guide， 我就帶花東地區而已啊。那花東地區太漂亮啦、啊，非常按這樣的只素材，你知道？因講法都整個對唔起出家啦，OK 啊？特別帶人客出去看山山水水，看因個東海岸啊，看因個都蘭山，看因個中央山脈哦。哇！你冇法度當幹苦啦，非常幹苦 OK 啊？還有天江煙境 OK 啊？我們帶客人啊，因土人客到了景點去，係咪？先表人客解說完畢。表面他可以半點鐘、20分鐘聊一下哈。你為個20分鐘就要上車，該20分鐘你中間愛做嘛東西哦。我們講用啊，等人你做嘛東西，我講當幹苦啊，是水系還是上多呀？我說為什麼不來速寫？我馬上來畫 ，OK。
所以是从这样子，这个3、4年来，我一直有酝酿的想法，一直到去年的2月，那种爱景贵的好正式，特别打了很多 sketch 啊，因为西线段短嘛，它只有半个小时20分钟，客人就在车上等我们了那我觉得我也满足了我的小时候的愿望，然后我对大自然，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他。OK， 我除了用很好的介绍给我的客人以外，我还记录了他。这样子，这是我爱做法啦。哇，很看哦，你堂来欣赏佢从吐俗的时间到也下退休的时间，整个人生历程，就堂的一边，每提到佢做乜嘅各嘅牺牲嘢，又開始拿起發筆，所以佢拿起發筆以後，佢發嘅乜嘅東西，又按到乜嘅故事，再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有同大家來講咯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裡都愛同大家來紹介係賴世勇賴老師。佢也擺愛轉足動來開發展，在我們的樹麒麟文化館，對不對？對。那老師其實也擺啲足動來展出來發，全部就係用足動來做主題。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是主動為主題，然後來繪畫。那我想問欣賞老師，你取景的部分呢？你是怎麼樣的取景？因為我看欣賞的話，有的會係很漂亮的風景，可是有的會可能就是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街角。所以我很好奇，老師用為什麼會發一點為什麼會發懂漂亮的風景？有一些是畫我們很居家的生活樣貌。是，好，謝謝我們的主持人呢提到這個問題啊。講回答呢個問題當簡單，有嘛感覺成困難啊？因為美的東西呢哦，在自己心中嘛，在自己的眼光裡來看它了哈。我禮拜轉來就動樹麒麟文化館，我有準備77幅的作品啦 ，OK。你係作品來講啊，我嘅內容啊，哈，大部分以我新竹人嘅風景為主啦，哈，為主題啦 ，OK。依個涵括啊，哈，有竹東啊，北部啊，苑橋啊，關西啊，哈，全部咧竹東擺向前嗰啲全部有多少有牽涉到有法度啦，哈。但是我講完全像紀錄片咧記錄嘛冇必要啦，就嗰時我這個新觀眾嘅就叫取捨嘛，就我看到呢個畫面結構我就要當這樣，有時間我先 sketch 下起來。翕上翕起來，你一用圖示對我心感都有隻體會咧，我仲係畫機。像一下你畫面上看到嘅畫，一條畫就係欣賞你畫嘅一條風景，就係那條風景，同大家來小口嚟講一下。像你一張圖啊，已經看到啊，其實係因為個嘛個軟橋落去嗰條路上啦，哈，因為佢看到佢山塘嘅潺流水都佢石壁當啊流下到清江咪就哈，我當然冇辦法現場畫，我只條先翕上去，大概 sketch 下，我是話是上一張圖對我心感都有隻體會咧，我想畫機 ，OK， 我想畫機樣啦，因為對故鄉嘅思念啊，其實係一草一木啦，有啲東西上我看到佢牛圈啊就。牛馬土牛石，像你一張圖來講哦，我從細就該種下狀態嘛，就你係當偏鄉的景啊哦，但是不知不覺就烙印在自己心裡嘛，你不覺得那個很漂亮嗎？哦，是這樣子的，常常不是說眼睛看到的，就是生活記憶裡面的回響 ，OK， 你可以呈現出來，像就東西叫惠昌宮的惠昌宮的廟，哦。那小時候都在戲棚裡面轉來轉去，OK 啊。那小時候都是在看那個客家歌仔戲啊、客家戲啊，轉來轉去。那給你轉到光，我還是想畫它。你說那廟很漂亮嗎？有時候有些建築啊也是弄的，但是那是一種如沐之情啊。像你種竹東佛教頭就哈，那竹東佛教頭衝嚟音樂上下課啊而已，可能我睇這就特別轉來咧，我係佛教頭食啲就啊，特別他偷走落
有展跳啊，女班跳错火下，我偷坐火车，你知道没有买票 ，OK， 就不能讲，小声一点。那个时候就会跑去那个竹东火车站。你说竹东火车站它是有美轮美奂吗？也没有啊，就一直从小记忆就这样子啊。但是它对我心目中就是个美妈啊，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啊。我母亲老了，她会很美吗？可是她的皱纹啊，她那个深度啊，她是一辈子你的如沐之情就会表现出来了。唔错，韩国爱看欣赏爱发，虽然爱对做东亚的手菜的地景不是这么的熟悉，但是老师有画了，我有看到2张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2张3张，就是有那个被捕冷泉的那个地方，那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去的耶。然后爱看到欣赏爱发，爱就哇。这是北埔冷泉，还没看到这个画的名，是，你就看到给人印象，还说这是北埔冷泉，对不对？嗯。就黑，对，真的就是北埔冷泉。其实，泰雅坤欣赏的画老师的笔触哦，虽然它不是真的像照片一样这么清晰，可是它可以很精准的让我抓到说这个地方的元素，让我很清楚的知道它在哪里。还有那个一种，黑北埔的慈天宫。我看到这种发，我知道老师是从哪一个角度看出去的，就是背对慈天宫，然后往老街的方向看过去，对不对，老师？你看你画的那个一点点微微小小的一些细节，就都在本来吃到，让观赏的人看到说，哎，我跟这个画作的原作者，我们是站在同一个角度，看待同样的画面。是啊。钟小姐讲的哦，这个问题啊，我相信我两白已经解惑了，已经解答了，为什么要以竹东为取材嘛？我刚刚讲竹东是我母亲，我刚刚讲的听得有点难过了 ，OK？ 离乡太多年了，你对自己母亲不会忘记嘛 ，OK 哈？所以说我能够对我自己家乡做什么，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它表现对他的爱嘛。我只有用图画这样子。用画来当做疗愈，用画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。可不可以暂停一下？好吗？老师没关系啦，我觉得现在是真情流露。老师，如果你自己呀，就你自己这么多年来再回到竹东，过去跟现在一定有很多的不一样。因为你头摆可能很细时间看到的景象，呀，他在个转来竹东，为了办画展，那在竹东画了非常大量的画作。在竹东看到的景象，跟你小时候看到的景象，有没有哪一些觉得不同的？当然主要的街道是不会变更嘛，对啊。可是周边很多以前没有被开发的，去水田啊，去干嘛？木材厂啊，捡木材的地方，去特别係小學3年級，我係去割韭菜的地方，哦，我係去割韭菜就是空心菜，對不對？番薯葉，番薯葉。我那果韭菜啦，就不用講蔬菜啦 ，OK， 我那果韭菜。我小學3年級放學下來，中學以後啊，我要學解阿爸買鵝啊。啊，不嗰度，我咩時向我趕嗰度去好白比啊，個鵝啊或鴨子就被水飄走，你知道，我很緊張啊，我就趕快跑回去啊，就請媽媽把它趕回來。我們很小啊，怕淹到裡面去。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那一張對啊。可是我再回頭，那個我兒時的記憶就全然浮現了。可是它後面那排房子以前都是沒有的，都是稻田哦，那個就是讓你回味無窮啦，也就是歲月就是這麼催人老嘛 ，OK？ 那死咗真不實用啦。你因看到的是特別印象的回復啦，但是我特別冇翕上去了呀，我再也沒有辦法去拍他以前的黑白照片啦，我呈現出來是現在的景。可是我記憶裡面，我深刻裡面是我內心的故鄉是怎麼樣 ，OK？所以講故鄉有沒有變化很大？當然變化很大啊，沒有開發的現在都高樓林立的。當時我離開的時候，大概係10萬人口嘛，你看可能就東人口又10萬左右咯，9萬到10萬了，所以那個人口是怎麼講？
40年的岁月，差距很多了，好像。哇，老师，我知道你发图啊，出秋，你都会在东讲的时候才我们拍照，但老师不一样，老师你记录下来的方式是画画，你画画你不单只是老迷进记录下来，其实也把美景后面的故事也想记在心里，或者是让有缘的人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因为我刚刚讲，你要对故乡最深刻的爱，就是想把它表现出来嘛，对啊。但是我又没办法去亲吻大地啊，所以我就说，你用什么方式表达你爱？也许我写文章歌颂我的母亲啊，我用图画表现我对母亲的爱，那都可以嘛，对啊。我有机会再回来竹东哈，看到了变化安泰，这个特别。嘅讀書嘅環境，喺度竹東國小、竹東初中、竹東高中，而且度19歲，我讓離開嘅地方咗。我在非洲，我今年65歲嘅嗬，上路嘅人生是很滄海桑田嘅變化啦嘅啊。但是從小對竹東嘅懷念啊，從來唔是有，就是夢中裡面都有故鄉啦，哦，這是真的。講到這個都是很真的，今日有機會轉來了嘅，我當然對故鄉嘅鄉親啊表達我嘅敬意啦，好嘅，也對我們有沒有一種嘅祝福啦，一種祝福啦，是我的想法是這樣的。古數啊，你看先生講嘅按久嘅時間，佢真都主動，發嘅按都主動嘅發。其實唔單槍主動，佢還有動到色彩，全部就有佢繪畫留下來嘅痕跡。因為老師他是很習慣用速寫的方式，發嘅動大量嘅發作。等下休息一下，再過來同大家來分享。上來老師他是用怎麼樣速寫的畫作，畫了多少數量的發圖？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歡迎進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賴思榮賴先生，佢主要喺竹東樹麒麟文化館來開發展了。家下有談到佢講到發竹東嘅心情，發竹東嘅想法。其實唔單唱竹東，先生佢也講到素材。家下講台東，在台東做那個導遊，對不對？對。做導遊嘅時間，唔單唱利用閒暇的時間自己畫自己的繪畫，其實跟你帶團的客人沒有懂得會互動，對不對？哦，是，新聞鍾小姐哈，有機會讓我介紹我的天家故鄉哈，推動好嘅哈。目前我為了嘛畫圖，我畫圖的取材啊哈，到推動是全然是動重要關係的哈。台卡地推動成這樣的好山好水沒有？我現在目前的工作是做導遊了哈，就是導遊客人來自四面八方，五湖四海哦，年齡層從80幾歲到30幾歲，所以我每天面對不同的人啊，這對我的工作係一種挑戰啊。但是我很樂於跟人家溝通的，也許以前新聞工作的訓練啊，一點冇問題。我常係利用印客來到啲景點，好嘅，比如叫來到啲景點，比如到東海岸的嘉湖蘭遊樂遊憩區，我說你們在這邊待20分鐘，20分鐘就上車。那20分鐘我不想浪費的，我想蕭老師是分分秒秒在抓着那個畫畫的時間，所以我馬上呢就跑到海邊去畫，啊。當然10分鐘我就速寫了哈，大概上車大概15分鐘內完成。當我回來的時候，客人已經在車上了，客人就說：哎，你這張圖在哪裡買的啊？基本上以遊客中心賣的，啊，那種咩人愛這個發的啦，他就我眼睛像銅鈴那麼大，OK 啊。結果轉到在飯店的之前，他說這張圖賣給我好不好？這樣子啊，小小張8開的啊。我說好了，就結緣了，就拿個就賣他的啦，這樣。這種趣事很多，像這張也是一個日月潭的一個客人，他說我的民宿啊，快到該日月潭，我很享受民宿在窗口可以看到日月潭，配一張那個海景的話，居然開口跟我要呢，我這種臉皮很薄呢啊，想想啊，這個啊就送給他了，很多這種狀況了，對，最主要台東山山海。可以取景的地方太多了啊！我想主持人應該也是到處跑的哈，也有機會到台東的話，可以來走走嘅啊。
不管山这个海，还有它有很多元的民族的丰富文化层面。它里面光原住民部分呢，就有8族在我们台东啊，每年的丰年祭那个取材都好，不管你摄影、绘画啊、写作啊，那都是很丰沛的一个素材，OK 啊。还不包括我们的客家庄哦、外省庄哦，还有福佬庄哦，所以它是个多元族群的地方。在这块土地啊，推动人家土地啊，也一直促进爱啦哈，爱魔法图对面啊这个啦，啊，所以我一直利用个第二学去旅游的时间，空档啊是法图，哦，也是促成爱讲啊两摆切的法图的原因啊个，在两摆的故乡当中，啊当感谢爱罗通号那种李喜传。伊也就当係而家文史工作者啦哈，佢要擺咧有推動，去年都有推動簽愛，用哦老同學啊，那在臉書上怎麼創作那麼多？你為什麼不參加松風畫會呢？為什麼不回來我們竹東呢？其實我有點近鄉情切，他邀我回來竹東，要來畫畫，叫我參加松風畫會。松風畫會是蕭老師的弟子為主的一些畫家朋友啊，他們組織這個叫畫會，在新竹是很有名的一個畫會啦，對啊，大家都秉持着蕭老師的精神啦哈。如果主持人有機會讓我介紹蕭老師的話，我就可以很快去講他。其實咧簽愛啊，咁對轉到竹東法圖啦，OK，你這個轉到這個故鄉，但是比如說是離開島根，我也真的不曉得怎麼回去，會從頭回去會很難吶，啊，我說好吧，那我就從畫畫開始好了，OK，因為其實我做導遊嘛，我全台灣每個角落我都要會解說啊 ，OK， 重新認識故鄉，所以我4年前我準備做導遊咧，跳路噶，我是騎奧多麥哦，我穿繩走，我走異鄉音了，騎着摩托車90cc 的60歲老頭子，騎着摩托車，熱血老年人，所以我也回到我新竹縣啊那個小山頭，我自己騎着摩托車騎到20幾年，那就是第一步哦，4年前，那時候還沒有畫圖。啊，所以我是決定講，有機會我切來畫因為新竹人的風景啊，佢啊，都去年我講李喜傳的羅通號啊，變成一個助緣啊，2個緣分一湊起來，他就幫我安排這個檔期啦，啊，然後他也安排我加入松風畫會啊，這是一個靜音的哈啊。演的話，就是因為你從小是畫畫的嘛，是作文比賽的，是畫畫的，然後。到了高中，蕭如松老師又是我高1導師，高2導師，我又是選修美術的，算起來，而且我是民國59年那一年考上美術系日間部，唯一的。但是我這樣講，好像會得罪其他人，OK？蕭如松老師，佢係立台灣東有名的水彩畫的畫家，非常有名，非常厲害。所以我也想要請，就是賴老師同大家來了解一下蕭如松老師他的畫作，他的風格，還有對你有什麼影響？好，謝謝那個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啊。其實講到我恩師啊，我是非常感謝他啦，我非常感謝佢啊。因為佢對我楊祥請教啊，我的大哥佢嘛蕭如松的學生嘛就哈，我從小看愛過的，因為我哥哥大我11歲啊 ，OK， 長兄如父啊 ，OK， 他一直很認真的在畫圖，他也是蕭老師的弟子 ，OK 啊，那。你剛才講到蕭老師，這個任何新竹縣竹東高中畢業的學生，都是一個很深刻的回憶。大概竹東高中畢業的學生啊，冇一個唔記得蕭老師啦，因為佢上課非常的軍事化管理 ，OK 啊。但是他內心是非常輕鬆的，他是一個幽默大師哦，對啊。佢係受日本教育嘅，佢嘅人生態度是非常嚴謹的。冬天好浪，立馬就要短袖哈，或者衝球哦，那個衣領翻出來，白的翻出來啊，講話做人做事是一絲不苟的，跟上美術課上軍訓課一樣哦。如果你不了解他，你會覺得很痛苦啊，非常幹苦啊。個調色盤、白火、水桶、抹布、筆，佢哋用的顏色盤擠出來顏料，紅橙黃綠藍靛紫，它要按照規矩排好啊。你那個畫圖的水啊，要畫不可以這樣一甩哦，我們都習慣一甩，你算幾點？59點，扣你59分，他就給你開這個玩笑，OK， 很好玩，很好玩，老師 ，OK 啊，我非常感謝他 ，OK 啊。那當初我是平原家，我也上文化美術系，我很高興跑去跟老師講說，老師啊，我考上美術系的 ，OK 啊，
其实讲客话来讲，你寒假转到电路转来哦，电路嘛意思就是一种怎么样？电路地啊，电路啦哈。礼物。哎，我说好啊，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跟我要礼物，他是说我要带很多话给他啦，啊。然后那年那个就是今年6月份，但是那个就后来就有变卦，因为后来我就去跑去再重考国立专，啊，念美术功课，我再去见肖老师的时候，结果他认为说那个可以赚钱的，好像言下之意好像有一点觉得说我不是念翻译那，我不是念纯美术的意思这样子的 ，OK， 那我就没有拿图回来的。今年6月在萧侯松艺术园区。我跟着大家讲说，我说夏老师我回来了啊！那些在众听到都起鸡皮疙瘩，因为那个事隔那么多年，40年以后，我承诺他的时候，我要带图给他，但是我没有带图给他。结果在萧侯松艺术园区，我们曾经有一个展览，今年6月份的事情这样子的啊。讲到萧老师是当多的回忆啦，就当嗰種比較冇就咁記得記啦啊。你講嘅。就萧老師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水彩畫家 ，OK 哈，哦，當然我們早期是日本統治嘛哈，從台灣的水彩畫石川清一郎叫石川清一郎，他是引進日本那個畫風，萧老師在台灣的畫壇裡面至少前2期、3期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畫家。早期我們上課的時候，每上1堂課。他就畫1張，你想想看，一天如果8堂課，他畫8張啊。所以老師，你的速寫也是跟萧如松老師這樣子一起承襲而來的，對不對？速寫也好，素描也好，你隨手塗鴉也好，那都是我們平常就要做的訓練嘛 ，OK 啊，都要做的訓練的。那我要強調的是他的生活態度，啊，他生活態度非常非常嚴謹的啊。畫畫不是說隨便撇一撇，但是內心要很輕鬆很自在。他非常非常幽默的，對哦，你看他的畫裡面呢，他是個苦學出身的，他家境他本來他們家，應該就是他就是有興趣在於畫畫嘛，所以蕭老師他，而且他作藝英才無數，40-50年來他教我們新竹縣的藝壇裡面，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受過他的。教育的影響的啦，我對呢邊我再三強調哈，我每家藝術家啦，我講如果有什麼啟發的故事啊哈，我係講人生永遠不嫌遲的。蕭老師一輩子在畫畫啊，他從來沒有做一個當代謝啊或怎麼樣的。我覺得賴老師沒強用，大概犧牲面呢。還是一樣重拾畫筆，而且老師很謙虛，他一直說他自己還是襁褓中的嬰兒。對。但是我覺得這種心態，係同大家來學習，故說親密一滴滴的時間，再個像老師同大家來講，要不要佔咱們時間還有日期？哦，非常感謝大家哈，我也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啊哈，有啲福氣喺啲節目幫我來啲廣陽語法對啊，我口水未當好對啊，我袂緊張嘅啊，我意思講哦，禮拜我到新竹竹東鎮嘅樹啟林文化館哦，佢展覽日期係11月23到11月11啊，呢中間呢逢週1週2哈，他們是休館的哈，分享大家。改編有77種圖啊！吼，等下大家會欣賞，感謝大家。假使大家有閒的時間，歡迎大家都主動樹啟林文化館去看賴欣賞的畫作。今天沈萌賴欣賞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老師。謝謝鍾小姐，謝謝，沒什麼，不會，謝謝，沒什麼。各位觀眾朋友，會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聽欣賞，好好來做運動了。